喂，hello，係今日第一次出片，KT 賽馬分析第一次出片啊！咁跑星期六，咁始終時間少啦，而且聽日咧都好多場咧，好多新馬初出，無論自購馬一話呢個新馬，咁同埋有泥地啦，泥地嘅偏差一大咧，喂，前面放頭嗰啲惡晒咧，你後追幾叻都冇用。但係如果有一追咧，你前面又好蝕底，所以咧點都要臨場先至有信心買泥地嘅。咁所以其實有限嘅場次啦，係咪？咁都跑晒嘅，但係問題咧，一季咁多場賽事咧，成90個賽馬天咧，所以又要分清楚邊個賽馬日會重心啲咯，係咯。呢個賽馬日就老實講唔算好好噶啦，係啦。咁先講啲比較我認為好玩啲嘅場合啦，或者有信心啲嘅場合啦，好冇？嗱，第5場黃金戰士9號，咁上一場咧個水準就好高噶啦，係咯，呢個係人都識噶啦，贏咗嗰啲繼續贏噶風神戀愛狂係咪？黃金騎士自動自覺見到啊，都喺呢場放得好快而爆㗎，下一次跑1200係嘛？自動自覺放到1200 1000都未斷嘅，所以呢啲跑谷1200，梗係搏下冷啦，自動自覺係咪？就係咁解啦。所以黃金騎士咧，一定係高水準，7檔都唔太差，步速應該都普通啦，快就唔會好快㗎啦。鬥智波會快，名利雙收可能會快啲，喬峰拉合爾可能會快啲，係唔會好快，所以7檔都尚可以，係啦，中間二碟啦，唔會太慢㗎啦，應該上場外碟，係咪外碟啊？唔係喎，5檔喎嚇，佢都係慣性慢嘅，睇下先啊。哦，受撞，所以今次5檔7檔唔會太慢㗎啦，應該我估下。牌面暫時最強係佢咯，咁但係喂，小王爺有10倍竟然啊，用杜遠欣都嚟個馬房啦，但係呢個馬房對於啲轉倉嘅咧配杜遠欣咧，所以就唔怕嘅上季有幾場都勁嘅咁呢場尤其是啦，衰綠野飛馳上3班啦，火焰閃爍上3班啦，係咪？步速有啲快，當然佢嗰日賺嘅形勢，因為嗰日係利快嘅，佢喺前邊都係賺嘅，但係都 OK 㗎啦。呢啲水準夠喺度4班港樂，仲要輕磅，有形勢，聽日6檔跟到前，跟到前而實力強嘅咪係佢嘅，所以黃金騎士小王爺係應該係最好嘅。咁另外金鑽精靈咧，佢都追得好勁，都有走勢都爆得好勁，都唔睇得少得。不過12檔咁形勢上可能差少少。所以其實呢3隻都好惡嘅，而且輕磅喎，係咪？小王爺輕磅，金鑽精靈輕磅，就算隻黃金騎士都唔算重磅，比起前邊呢啲咧，都有啲實力有飛嘅馬咧，1、2、3咁重磅喎，咁異樣啊，係咪？大家差唔多馬啫喎，隨時叻過你添啊，仲要輕磅過你，咁老虎都買啲輕磅嘅先啦，有形量都唔錯嘅，即係佢前一場追得幾好嘅1200，甩咗嘅前面俾人哋，但係追得好勁，係啊，唔錯嘅，一檔 OK 可以兼顧。名利雙收都係好嘅，上個場我都中佢 Q 嘅冷門嚟，有回旋餘地㗎啦，都跟到前有得賺，唔太差，對手一身好彩，大佬3班馬，係咯，咁呢兩隻都要配啦，咁女神我就唔要㗎啦，老實講，蝕唔起，其他差唔多啦，我覺得鬥智波可能擺喺前邊，仲有可能偷下雞，都應該唔叻㗎啦，所以呢場都算唔算多馬咯？黃金騎士硬淨，小黃人硬淨。如果後上，我就搏金鑽精靈呢啲輕磅啦。
中間響前邊就係有形量同埋榮利收收啦，係啦，喺呢五六隻之間㗎啦。牌面一定係黃金騎士、小王爺稱先。好，第七場，呢場咧風再起時咧，老實講，如果唔係一個禮拜之內再出，佢攰咧，咁好惡啊！因為今季呢兩場基本上係進步得好緊要，想從我都買佢㗎啦，係不過嗰啲同樣美麗放到三甲都唔入，真係離晒譜嘅啫嚇，咁都好勁啊！初跑1400咁樣嘅步速上嚟咧，都係好勁。風再起時唔憤氣咯，可能個馬房都要上馬房㗎啦。攰又唔會出啦，無偉傑係咪？一個禮拜要散招牌嘅大佬啊，即係仲係勁啊！呢隻轉倉之後勁咗，咁首選嚟㗎嚇。另外標珠星河咧，上一場千二就冇好有信心嘅，級數唔同嘅，但係照計佢1400咁勁咁後生咧，爆晒力咁強咧，都仲係有一爭嘅牌面嘅都係。咁另外正路即係嚟嚟去去嗰扎嘅啫，愛馬仕同埋武林密碼啦。其他風雲武士都仲可以追下嘅。後上14號進步騰飛咧，其實勁嘢嚟嘅呢隻，上季尾啲1400咧都追得好勁。咁休息翻一段時間跑1200冷門啦。如果前面夠快，佢都有機會追上嚟嘅，因為前面真係一定係快嘅，前面好多快馬，因為係咯。咁呢場都算 OK 啊，我覺得。風再起時硬淨嘅，標珠星河都係硬淨嘅。咁正路你要拖就係快嘅愛馬仕啦、武林密碼啦，但係其實個磅位已經差唔多，分數已經差唔多㗎，係啦。咁冷門諗下就進步騰飛啦，10幾倍。風雲武士都尚可以嘅。喂，笑傲江湖你咁多飛咧嗬，其實上一場輸好遠，但係級數都夠嘅。1400又跑得咁少，唔好太睇小佢咯。兼顧下。咁呢兩場係我重心嚟嘅，聽日係啦，其他我覺得都係難買嘅。粗略講一講啦。第二場，哇咁冷啊！肥仔精神，撲下唔怕喎。標珠星球落4班，撲下唔怕喎。係啊，咁撲下唔怕喎呢兩隻一分頭。不過好多馬啦，梗係，但係搏得過，一隻擺前邊，一隻後追，落4班就唔同晒㗎啦，唔係落5班就唔同晒㗎啦。一支箭尚可以啦。呢場5隻新馬初出，你話點搞啊？即係如果搏冷搏嘅維港激流咯。翠紅都係正路啦，得個搏字啊，不過得個搏字。第5場重心，第6場泥地，真係麻 Q 煩。紅衣醒目識唔識跑咧？加州星馳用蔡明紹應該跟前啲㗎啦，一定係喺度惡嘅。不過好多馬都好多馬。第8場安都宿情，超越夢想宿情，不過好多馬呢場都係好多馬，可以玩下咁咯。安都超越夢想同埋隻賢者威風咁咯。第8場係第8號，好多馬不過好複雜，真係好複雜。第9場亦都複雜嘅，如果有得追，梗係肯貝斯啦。咪黃龍飛將啊咁咯，堅有利咁咯，但係冇得追你好惡搞。如果冇得追係嘛，泥地有得追就買下呢啲咯。尾場都唔好玩嘅，正路啦4-5啊，大騎師係啦，形勢好啊，因為咁初步講到咁上下啦，始終聽日唔會好好玩嘅保守啲啦。7場重心黃金騎士、小王爺，然後先至拖金鑽精靈啊，有形量啊，名利雙收嗰啲。第7場
風采起時，標致星河，跟住拖下啲冷腳，盡步騰飛，因為實快嘅呢場馬，實有得追嘅。咁啊，武林密碼稱先過位馬線添，我覺得，因為放咧鬥放嘅馬線可能都係臨尾都係死嘅，雖然都係咁神啲嘅馬，係咯，係呢啲範圍啫 ，OK 啦。其他嗰啲得個博字，係啦。咁我應該會喺群組、Facebook 或者 YouTube 或者自己 WhatsApp 啦，出下啲投注策略或者係事前飛嘅。OK，好，今日講咗咁多先，大家訂閱、點讚、分享，努力啲嚇，再嚟。